面上的简介就像益智考题，牛轧糖的由来和十字军东征有关。在国外的是比较软，其实它是牛奶糖，它咬劲比较没有。那我们中国台湾的牛轧糖就比较有咬劲，然后也比较硬一点，所以它做法是不太一样。邱玉荣设立的牛轧糖博物馆说着食物的故事，旧时代的制作器具、历史的严格，让观光工厂饶富教育意义。那我就想说，假如把博物馆跟观光厂合在一起，是不是又看得到、吃得到、闻得到、买得到、听得到，又有文化历史的背景？体验式经济让企业第二代开拓新商机，博物馆访客人数突破100万就是肯定。拼规模，同业老大哥在前头。邱玉荣索性转个弯，先用老二哲学打拼。那我们绝对不是先知先觉嘛，我们也不是，但是我们是后知后觉，但是运气蛮好，刚好赶上那个市场的主流。当年母亲卖红豆汤的小店铺成了品牌企业，当时品业纷纷前进大陆设厂，始终留在台湾的邱玉荣就地转型，做出成绩。其实身为企业第二代，很多人最常问的就是牛马给吧，你有什么规划计划，对不对？爱上延续家族的事业。爱上延续家族的事业。我想延续家族的事业，对，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一个对，能够长存延续长存，细水长流这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对，人家说人不要只求这个昙花一现，要求细水长流。OK。这几年原本都奉行老二哲学的邱玉荣，现在有了不同的想法。他说要做老大，但这老大未必是市场规模的第一，但势必要做到唯一或独一才是自己的路。牛马给吧，爱上延续家族的事业。牛马给吧，爱上延续家族的事业。